来继续是台中龙井的消息，有民众到一间海钓场来钓鱼啊，钓到一尾20大斤重的龙胆石斑。这尾龙胆石斑，伊的体型甲力头拢真大，结果迄个民众唔那游无起来，颠倒规个人互拖落海钓池内底。加在边仔钓客帮忙救人，才平安无代志。整个过程是惊险万分。一个查甫人伫咧海钓场钓石斑，发现钓啊，伊就赶紧徛起来。不过，这尾20斤的石斑是真有力，伊甲鱼钓掠条，不过实在是徛袂在，规个人就互鱼拖落水。边仔钓客看到，赶紧来斗相共。一个查甫人才偷偷收转来，爬起来，有惊无险。代志发生伫咧台中龙井，礼拜暗时，钓客来遮钓石斑，煞意外互钓到的鱼拖落水。这鱼来当然呢，家己嘛爱细腻，家己嘛爱注意啊。附近的业者认为，可能是钓客为着家己的鱼钓无要放手，才会发生意外。为了他们的钓竿，现在的钓竿，所以他们是要去抢钓竿这样。明明石斑就已经钓啊，鱼钓啊嘛拢变形，不过也是真歹钓起来。业者讲，钓石斑是真挑战，有袂少钓客拢会来遮想要试看卖。海钓专家提醒，要钓石斑这款大型的鱼啊，进前的准备是袂当凊彩。但是如果你竿子会比较细一点，怕它断，所以要让它竿子要承受那样子的力量。专家提醒，鱼钓甲钓线拢爱用较耐操的，若是钓到石斑，除了爱徛好在，避免跌落，嘛爱赶紧请其他的钓客斗相共，做伙甲鱼游起来。爆发力有时是力量是蛮强的，旁边的朋友帮忙拉着啊。石斑的体型为20外大斤到200大斤拢有，海钓池嘛较深，就算是钓过的人嘛拢真细腻。你双生完，若无长做了光滑，一日嘛来落。钓客讲石斑是真有力，若是成功钓起来会真有成就感。不过装备甲技术，若是底无钓，可能就会互石斑拖落水，互趣味的钓鱼啊变做一场灾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